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已经等待很久，期待很久了。现在最需要的是所有歌迷朋友们，用你们最热情的大喊声和掌声，有请Tenzin Nyima，有请Tenzin Nyima。2018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总冠军，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音乐人奖。2015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火种》，2016年推出个人藏语单曲《翅膀》和第2张个人音乐专辑《藏乡情》。整个我从西呀那，他也拉起我三木哟，他一起紧张那个在那哟，他一种出我出一在那哟，他整个我从西呀那，他一当他给人那哟，他整个我从西呀那，他也当他给人那哟。就是呀那，他个拉提瓦三木哟，他那个跟我从一战前人，两岁走着我从一检查人，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也跟他给弄那哟，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也当他给弄那哟。整个我就是呀那，他也拉起我三木哟，他撒把也带帮那哟，他撒把也跟人一那那哟，他整个我就是呀那，他也当把给弄那哟。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也当把给人那哟，那然后，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个拉起我三木哟。跟我这个心那哟，两岁走着着可看那哟，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也当他给弄那哟，他整个我从西人呐，他也当他给弄那哟，那然后，他也当他给弄那哟。Let's go.